以下落嚟係一個提高專注力嘅呼吸練習。我哋會用鼻吸、口呼嘅方法去呼吸。鼻孔吸入嘅時間係2秒，口呼嘅時間係1秒。我哋總共會做25次。當你呼吸緊嘅時候，你可能覺得呢個係一個緊張嘅呼吸方法，咁係正常㗎。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揾一個你舒服嘅坐姿。你想嘅話，可以合埋眼睛，放鬆，跟住我哋就可以開始㗎喇。準備，鼻吸，口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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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次呼盡晒所有嘅空氣。當你呼到最盡嘅時候，閉氣，一路閉氣，直至到你忍唔住嘅時候。喺你閉氣嘅時候，其實你嘅心率係降慢緊，你會慢慢恢復到一個平靜嘅心情。到你真係忍唔住嘅時候，我哋再慢慢吸入一啖最大啖嘅空氣，吸氣，呼氣，跟住可以回復正常嘅呼吸。依刻你嘅心情應該係平靜咗落嚟，依刻你應該能夠更加專注當下。希望你工作愉快。